就到啦，加油啊！繼續跑埋落去啊！要繼續跑落去。2025年，我總共玩咗7個比賽，有渣馬啦、街馬啦，2個都係42K， 2個都係喺今年第一次以10科嘅成績，即係4個鐘頭內跑晒42公里嘅成績。跟住就係3800米嘅渡海泳啦，分別有趟波洲同埋呢個愉景灣。跟住呢3個就係完成到嘅游水比賽，包括有平洲環島泳、維港泳、台灣嘅日月潭。我明白到就係好多時我哋比賽嘅時候都係要配合天時地利人。即係萬一當日個天氣唔好，個風量太急，或者係個氣温太低嘅時候，都可能會令到你臨場發揮嘅時候會有啲同平時表現嘅時候有啲出入。所以其實完成到都係可以話係幸運。即係除咗自身本身平時一定要練得足之外，咁有好多因素都會影響到你最尾做出嚟嘅結果。我會更加了解到自己，原來喺泳術方面，喺面對風浪嘅時候，我咪要點樣更加去熟習，譬如點樣去逆風去游啦。二來就係我體能上面係咪需要再增加，再練多啲體能啦。三來就係當我面對凍嘅水溫嘅時候，我咪要更加多啲保暖嘅裝備。二來就係喺我飲食上面，我咪要調節多啲，食翻可能多啲肉，總之令到自己體脂上係增加咁樣，咁就可以御寒多啲咁樣。希望仲 keep 到呢個 pacing， 跑落去啦，夠啦，要繼續啦，繼續努力，繼續跑。